针对死刑的实现案，刑法法庭顶个月底判决有条件合宪了后，法务部长陈明谦今仔是去立法院报告表示讲拍算要来推出无期徒刑分级制，增加未当假释关一世人的规定。另外，针对申请实现的37个死刑犯，伊嘛强调讲，目前已经交最高检提审核了，看敢要来提起非常上诉。法务部长陈明谦初次去立法院备询，今日委员会进行的风暴会，因为顶个月底宪法法庭宣判死刑有条件合宪，未来判死之前底限变得更加严。我们大概是那个整个一个无期徒刑可以做一个层级化的一个区分啦，哈，终身监禁这个是我们会再严厉。死刑适用范围红限缩，法务部也建议推出无期徒刑分级制，就算无法度判死，也考虑透过修法增订终身监禁、未当假释等规定。这属于最重要的故意杀人罪或杀人未遂这一种属于情节最。如果被判无期徒刑，他将受终身拘禁。我们是要排除47条以下的排除假释的时候。我自己主张某些条文还是要保留死刑，死刑还是有存在的必要。但是无期徒刑的话，我是建议要分级制度。那这个跟是不是认同废死是没有关系。除了修法方向引起关切以外，也有立委认为，即摆死刑实现，宪法法庭作为宣判定出判死条件，需要情节上严重，批评伤过无具体，甚至要求一直决才会当判死，也引起质疑。宪法法庭利用做成判决或解释的时候，自己扮演起立法者的角色啊。下级审法院的法官要死刑都要一致决，但宪法法庭如果要维持死刑的判决，可以不要一致决。另外，申请实现的37名死刑犯，目前等由最高检审核，今是要提起非常上诉。记者综合报道。